各位 Health3D 嘅讀者大家好，我係 AI 主持4年嘅拍檔 Aiden， 好開心第一次同大家見面。成日都聽到多巴胺、血清素呢啲快樂荷爾蒙可以為我哋帶來愉快感覺。究竟咩係快樂荷爾蒙？想增加快樂嘅感覺，可以點做呢？原來我哋嘅身體有4大快樂荷爾蒙，包括多巴胺、胺多酚、催產素同血清素，喺調節情緒同幸福感方面扮演住重要嘅角色。首先係被稱為獎勵荷爾蒙嘅多巴胺，完成某個目標或者獲得獎勵嘅時候，多巴胺分泌就會增加，令人有愉快感受。咁點先可以提升多巴胺呢？恆常運動、設立小目標同慶祝成功達標、享受美食等都係有幫助嘅。而胺多酚就係天然止痛劑，能夠減輕疼痛同壓力，並帶來愉悅感。建立運動習慣，每周最少3日進行唔少於30分鐘嘅帶氧運動，食黑朱古力等都可以幫助增加胺多酚。至於有愛情荷爾蒙之稱嘅催產素，其實喺我哋進行社交活動嘅時候，大腦就會釋放出嚟，幫助我哋同其他人建立情感聯繫，增強信任感、幸福感同埋慢慢放鬆。想增加催產素，可以多啲擁抱，同朋友家人聚會都有幫助㗎。最後係血清素，佢對穩定情緒同提升心理健康都有幫助，仲可以調節睡眠、食慾同情緒，甚至乎可以降低抑鬱症嘅風險添。多啲接觸陽光、練習靜觀、有足夠睡眠等，都可以幫助體內嘅血清素增加㗎。